好，来看国际消息。缅甸伫咧顶个月大地震灾区，即马也未完全恢复好势。也即马呢，根据美国第一调查局的消息讲，缅甸中部的城市伫今日阁发生规模5.5的地震。地震中心的这个深度是干那7.7公里，目前是也未传出讲有严重的灾情。也咱的外交部嘛表示讲，当地大桥是拢平安。 缅甸顶个月遭受强烈地震，伫灾区以原时真暂破的时阵，根据美国第一调查局信息，缅甸中部城市13早起阁发生规模5.5地震，震源的深度只有7.7公里。缅甸正正是破水节新年假期，不过即阵无传出严重灾情，当局也无发布起高龄的警报。咱外交部讲，当地侨胞拢安全。依据驻缅甸代表处回报，我国台侨及台商聚集的仰光地区并无特别影响。台商总会也回报人员平安，财物无损。住处将持续注意后续的状况，外交部也会适时更新相关资讯。 另外，伫缅甸，有未少台湾组织展开救灾甲赈灾行动，像伫缅甸出事10岁甲出来的人所来台湾的杨万里成立台缅同心救灾队，甲来自台湾的爱心送入重灾区10街省。也有对2017年开始伫缅甸进行中文教学的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，进前已经对台湾送出2体物资，并且调派志工伫灾区供产予灾民。 虽然偶尔还是有一些余震，可是已经慢慢的有看到居民慢慢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生活，大概有40%到50%的店家都已经有恢复营业了。下一步接下来他们的家园要怎么样重建，我觉得才是比较挑战的部分。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团长指出，强烈地震2礼拜过了后，缅甸依然伫灾后复苏阶段，而且当地资源依然是真无够，所来继续协助相关灾后重建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